米埔自然保護區除咗係雀鳥嘅天堂，仲住咗好多細小嘅昆蟲，其中包括蜻蜓同埋豆娘。呢兩種昆蟲外形上好接近，但係身體結構上都有一啲分別。比較蜻蜓同豆娘兩種昆蟲，蜻蜓嘅眼睛係緊貼一齊，而豆娘嘅眼睛係分開嘅，就好似一個細細嘅啞鈴咁。蜻蜓嘅翅膀係張開，而豆娘嘅翅膀係合埋嘅。蜻蜓同豆娘都係十分依賴濕地嘅昆蟲，因為佢哋喺幼蟲嘅階段都需要住喺水入面，佢哋會捕食水入面嘅生物。當佢哋準備變為成蟲嘅時候，就會爬出水面進行羽化，長出翅膀。蜻蜓同豆娘喺濕地生態入面擔當非常重要嘅角色，佢哋係非常出色嘅捕獵者，會捕食蚊呢類昆蟲，可以有效控制蚊嘅數量，維持生態平衡。除咗蜻蜓同豆娘，米埔仲有唔同種類嘅小昆蟲，而佢哋有時候未必係我哋肉眼可見。我哋試下用顯微鏡揾下佢哋啦。我哋喺米埔自然保護區入面揾到一啲榕樹嘅果實，我哋打開呢啲榕果，放喺顯微鏡下面望下，見唔見到有啲小昆蟲喺入面呢？呢啲小昆蟲叫做榕小蜂。榕果嘅花蕊隱藏喺果實內，頂部有個凹陷位置，可以俾細小嘅昆蟲進入。而榕小蜂會進入榕果產卵，孵化出嘅榕小蜂會喺榕果內成長。當長大後嘅榕小蜂就會帶住花粉飛到另一個榕果，幫助榕樹傳播花粉，延續榕樹同埋榕小蜂嘅生命循環。榕小蜂同榕樹係一個共生關係，大家互相提供益處，繁衍後代。利用顯微鏡可以揾到更多微小又有趣嘅小生物。歡迎參加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嘅米埔教育活動，親身探索米埔嘅小世界啦！同學仔，考考你，成日聽蜻蜓會做點水嘅動作，其實佢哋做緊咩呢？呢個點水嘅動作其實係蜻蜓嘅產卵行為。蜻蜓會喺水面飛行時用尾部輕觸水面產卵，幼蟲之後就會喺水中生活。下次見到蜻蜓點水，不妨同身邊嘅朋友分享呢個生態知識啦。